这个桃园病院进前发生着新冠病毒群聚的感染，大桃园地区的观光旅游业是规个拢切落。讲迄段时间，桃园的旅馆饭店的单卖率无到2成。为着要来救观光，桃园市政府来宣布着自由行带卖方案，为3月22日开始到4月30为止，平常时来桃园带卖，每一枚补助1000块，而且一个人通使用2届哦。 行入去房间内底，真大片玻璃门，还有碰椅、眠床，看起来真舒适。不过，煞因为桃园病院发生烧胃感染，当地饭店都无啥人想要来住。为了救桃园市饭店，市政府10号决定自由行补助方案，20号先伫咧网络登记了后，若是伫咧3月22日到4月30平常时来住，每一枚补助1000，一个人会当使用2摆，规划提供2万的名额。因为桃园医院的群聚感染，导致这一间连锁饭店的住房率只剩下2成，现在好不容易回升到5成，也希望透过桃园市政府的补助，继续拉抬饭店业绩。已经有很多客人致电来询问，所以我们预估住房可以提升大概2到3成。 桃园的惠阳饭店一枚加早顿2988，佮送1摆花莲或者是垦丁的大房。汉滨酒店确定加入补助名单，相关优惠方案佮伫咧讨论。若华航、若富特、大 K 威斯汀、荣耀佮伫咧评估。我们预估可以产生这个7倍的效益。投入2000万的这个住宿补助呢，我们预估带来超过1.4亿的这个经济收益。 可以当到本来活动，伫咧桃园大旅馆，得当免费参加香西、一回望、酷辣、旅行社一天7套行程。那我们会把旅馆的补助加上旅游的部分，把它融合在一起。那就还会加苗栗的行程，让整个2天1夜的行程会变得更丰富。尤其3、4月是桃园樱花、海鸥、冬花季，旅行社嘛看好这摆补助，政府的补助加上业者互相合作，希望做来抢救桃园的旅游商机。